我嘅頸部位置生咗一啲疣啊，一直都想早啲治療。疣係一種人類乳頭瘤病毒 HPV 感染造成嘅皮膚病，具傳染性㗎，所以應及早治療。最近終於的起心肝嚟到雲博醫療做專業嘅脫疣治療療程，於醫療級政府認可日間醫療中心進行嘅，可以確保衛生安全，避免傷口感染。脫疣係屬於醫療保險受保嘅範圍嚟㗎，由醫生親自處理成個嘅脫疣療程，作為醫療所需療程先可以作理賠保險手續㗎。雲博醫療專業脫疣療程，一個價錢，全面任脫，不限粒數。醫生主理脫疣嘅治療成功率高達100%，脫疣位置精準，療程快捷，而且恢復期短，徹底清除疣病毒，劃一收費就最清晰嘅。療程後更加有專人貼心跟進，讓我安心。真心推介，有需要脫疣嘅人就可以嚟雲博醫療啦。